春天到位啊，台中的福寿山农场开放民众参观，现场的樱花是开甲水当当。另外，玉山进前因为寒流有落雪，山头即马抑阁积雪，嘛请真侪游客去看雪。树基顶悬粉红色的樱花大开，规个山谷之间拢充满浪漫的氛围。台中福寿山农场的千樱园，选择咧2月14号情人节这一天开园，吸引真侪民众来行村赏花。好漂亮，希望希望朋友们来。后面的很漂亮哦。我们今天抢头香。福寿山农场为2005年开始，种无共品种的樱花。2月中旬，先大开的是粉红色的石河樱加富士樱。到了3月中旬，有白色的樱花接力，农场还阁制作樱园卡，设置基园墙，非常的应景。福寿山农场配合情人节，在今天浪漫开园。目前粉色系列的樱花已经开了3到4成，预测在下周可以达到最盛开的情况。玉山山头去白色砍掉的，那亲像是已经过身的知名画家陈澄波作品《玉山即色景色》。农历春节的期间，寒流来袭，东亚上悬的玉山落雪，游客甲猎命爱好者拢来到台21线好望角遮雕像，很漂亮，值得来欣赏。主峰积雪有10公分，我们在台21线139.5这附近那个好望角呢，可以欣赏到玉山群峰的一个雪景。生态联名达人苏家宏表示，当地13号开始天气转好，能见度提悬，真适合来远看玉山。尤其日头要落山的时阵，更较美丽。不过提醒台21线袂当临停车辆，民众看风景的时阵，同时也要注意安全。记者台中嘉义报道。